喺娛樂圈呢個光怪陸離嘅世界裏，明星們嘅生活總係備受矚目。有人追求奢華同名利，有人則選擇平淡同真實。現年58歲嘅郭藹明，呢位1991年嘅港姐冠軍，就用自己嘅人生書寫咗一部別樣嘅精彩篇章。郭藹明出身於中產家庭，家庭氛圍溫馨且充滿活力。佢嘅母親喺美容業創出咗一片天地，把美容產品嘅代理生意做得有聲有色，喺業界頗有名氣。喺咁樣良好嘅家庭環境下成長，郭藹明接受咗優質嘅教育。中學畢業後，佢隨家人移居去咗美國，喺嗰度繼續深造。1991年，郭藹明做出咗一個大膽嘅決定，送美國返到香港參選港姐。當時嘅香港小姐競選可謂係萬眾矚目，係無數女孩夢寐以求嘅舞台。郭藹明憑藉住出眾嘅外貌、高雅嘅氣質，以及喺美國南加州大學獲得嘅雙碩士學位，喺眾多佳麗中脫穎而出，一舉奪得冠軍，成為咗當時學歷最高嘅港姐。呢個成就瞬間成為咗當時嘅一時佳話。奪冠後嘅郭藹明順利踏入娛樂圈，開啟咗佢璀璨嘅星途。佢嘅第一部電視劇就係大名鼎鼎嘅《大時代》。喺呢部匯聚咗眾多明星嘅經典劇集中，佢擔任咗4大女主之一。呢個對於初出茅廬嘅佢嚟講，無疑係一個巨大嘅挑戰。但郭藹明憑藉住自己嘅努力同天賦，將角色演繹得淋漓盡致，俾觀眾留下咗深刻嘅印象。此後，郭藹明喺 TVB 嘅劇集中一路高歌猛進，喺一連串嘅作品中都擔任女一號，迅速躍升為當家花旦。佢嘅代表作《刑事偵緝檔案2》，喺劇中佢飾演嘅角色聰明伶俐、機智勇敢，同劇中其他演員嘅對手戲精彩紛呈，俾觀眾睇得如痴如醉。而喺《天地豪情》中，佢又將角色嘅情感變化演繹得細膩入微，展現出咗佢紮實嘅演技功底。喺拍攝《大時代》時，郭藹明唔單止收穫咗事業上嘅成功，仲邂逅咗佢嘅愛情劉青雲。當時嘅劉青雲已經喺演藝圈摸爬滾打多年，雖然仲未大紅大紫，但佢對表演嘅執着同熱愛令人欽佩。兩個人喺劇中並無太多嘅感情俘，但緣分就係咁奇妙，喺婚外佢哋逐漸走到咗一齊。佢哋嘅戀情一開始並唔被外界睇好。劉青雲出身普通，學歷都唔高，而郭藹明則係港姐冠軍，高學歷且家境優越。但郭藹明並冇在意呢啲外界嘅聲音，佢睇到咗劉青雲身上嘅閃光點，佢踏實、努力、有上進心。而劉青雲亦都被郭藹明嘅溫柔善良同聰明才智所吸引，兩個人相互欣賞，感情日益深厚。經過幾年嘅戀愛長跑，1998年，郭藹明同劉青雲步入了婚姻嘅殿堂。佢哋嘅婚禮簡單而溫馨，冇奢華嘅排場，卻充滿住濃濃嘅愛意。婚後，郭藹明逐漸淡出咗娛樂圈，開始專注做劉青雲背後嘅女人。佢全心全意咁打理家庭，照顧長輩，令劉青雲能夠安心咁喺外面拍拖。2006年之後，郭藹明徹底淡出咗娛樂圈，從此很少喺公眾面前露面。佢把更多嘅時間同精力都放喺咗家庭上，過住平凡而樸實嘅生活。雖然不再拍拖，但郭藹明並冇與社會脫節，佢依然保持住對生活嘅熱愛同對新鮮事物嘅好奇心。劉青雲曾經自曝同郭藹明喺屋企裏都係一齊落廚煮飯，夫妻倆仲會結伴到街市買餸，然後再返屋企煮飯。呢種平凡嘅生活場景，令人感受到咗佢哋之間濃濃嘅愛意同默契。日前，有媒體喺超市偶遇咗郭藹明同劉青雲。嗰日，郭藹明一身樸素裝扮，戴住帽子同口罩，低調且毫無架子。劉青雲亦都係咁，兩個人一路有商有量，好似普通夫妻咁樣。喺揀選食材嘅時候，郭藹明十分細心，佢會好留意標籤，檢查保鮮期，確保買到嘅食材新鮮又健康。
而劉青雲則跟喺郭藹明身後推住購物車，默默咁支持住佢。喺一陣採買後，劉青雲突然獨自到冷櫃買熟食，之後先至喺收銀處同郭藹明會合買單。整個過程自然流暢，充滿住生活嘅氣息。除咗上演同劉青雲夫唱婦隨嘅呼馬之外，郭藹明嗰日仲被曝光咗一個細節。佢嗰日所背嘅一個包包，雖然係名牌，但價格唔算特別貴，市場售價亦都僅僅1400元左右。重點係呢個包包，郭藹明已經背咗4年。2022年嘅時候，佢就已經背上咗。呢4年嚟，多次被媒體或是路人捕捉到嘅時候，佢都背住呢個包包。由此可見，佢真係喺娛樂圈嘅女明星中為數唔多好節約簡樸嘅一位。事實上，郭藹明同劉青雲都唔缺錢。雖然郭藹明多年嚟冇外出工作，但劉青雲可係香港嘅4屆金像獎影帝。佢喺演藝圈摸爬滾打多年，積累咗豐富嘅經驗同人脈。就算呢啲年產量唔高，但片酬唔低。而且劉青雲同郭藹明結婚多年都冇仔女，夫妻倆根本就冇好多地方需要用錢，身家絕對係以億為單位嚟計算嘅。但佢哋並冇因為有錢就追求奢侈生活，亦都冇因為係名人就特別顧及外在形象。一個包包用4年，只要能用就冇棄嘅理由。呢種節約簡樸嘅生活態度，喺娛樂圈呢個充滿誘惑嘅地方顯得尤為珍貴。郭藹明嘅出身並唔差，娘家亦都係相當有家底嘅。佢嘅母親喺美容業嘅成功，為佢提供咗良好嘅物質基礎同成長環境。此外，郭藹明仲有一個妹妹郭藹欣。早前因為郭藹明選港姐嘅片段被曝光，郭藹欣低調喺其中現身，繼而被媒體關注。根據媒體公開嘅信息，郭藹欣亦都唔簡單。佢係商科碩士畢業，喺美國擁有註冊會計師資格，如今仲係國際級會計師事務所嘅合夥人，喺商業領域取得咗不俗嘅成就。而且佢名下仲有馬匹，係馬主，可見佢嘅生活都十分精彩。姐妹倆喺唔同嘅領域發光發熱，都展現出咗自己嘅才華同能力。回顧郭藹明嘅演藝生涯，除咗前面提到嘅代表作，仲有許多精彩嘅瞬間值得回味。喺拍攝《笑看風雲》時，佢同劇中演員嘅精彩對手戲俾觀眾睇得津津有味。佢將角色嘅複雜情感演繹得十分到位，俾觀眾好似置身喺劇情之中。仲有喺葉問中，郭藹明挑戰咗一個極具挑戰性嘅角色，呢個角色性格多變，情感豐富。郭藹明通過自己嘅精湛演技，將角色嘅每一個細節都展現得淋漓盡致，俾觀眾睇到咗佢作為演員嘅多面性同可塑性。如果唔係後嚟結婚咗，本身亦都無心戀戰，相信郭藹明喺娛樂圈嘅發展前景會更好。佢喺演藝生涯嘅黃金時期選擇淡出，俾好多粉絲感到惋惜。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，郭藹明選擇咗家庭，選擇咗平淡而幸福嘅生活，呢個亦都係佢人生嘅一種精彩。郭藹明同劉青雲結婚28年嚟，感情一直很好。佢哋每一次現身，無論係公開場合抑或私人行程，幾乎都係結伴而行，多年嚟一直默契十足。喺娛樂圈呢個充滿誘惑同變數嘅地方，佢哋嘅愛情好似一股清流，令人羨慕不已。劉青雲喺事業上取得咗巨大嘅成功，但佢始終冇忘記郭藹明喺背後嘅支持同付出。佢曾喺獲獎感言中深情咁感謝郭藹明，稱佢係自己生命中最重要嘅人。而郭藹明亦都一直默默咁陪伴喺劉青雲身邊，喺佢遇到困難同挫折時俾予鼓勵同支持。佢哋嘅愛情冇有驚天動地嘅誓言，冇有奢華浪漫嘅儀式，只有平淡生活中嘅相互理解同包容。呢種細水長流嘅愛情，先係最真實、最珍貴嘅。如今，郭藹明已經58歲啦，但佢依然保持住優雅嘅氣質同良好嘅狀態。佢用自己嘅方式詮釋咗咩係幸福，咩係真正嘅人生贏家。
佢唔再係嗰個喺舞台上光芒四射嘅港姐冠軍，而係一個平凡而又偉大嘅妻子，一個懂得享受生活、珍惜愛情嘅女人。相信喺未來嘅日子裏，郭藹明同劉青雲會繼續攜手走過每一個春夏秋冬，書寫屬於佢哋嘅幸福篇章。好咗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感謝大家嘅支持。